赵三月，赵三月，起来吃饭了。我觉得这次上的不算好。没有，参加了没有遗憾就行了。你有没有觉得哪里不对啊？我叫你吃饭呢，赶快。赵三月。我来。我叫你起来吃饭了。你们先吃吧。我没有带纸呢，你差不多得了啊！你别再刷那手机了啊！你天天刷，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你？哎呦，这什么呀？这是！哎呀，泡面汤你小心点儿。你为什么把它倒了呢？你是猪吗你？我真受够了我！干嘛呀？我跟你讲，我真后悔当初供你去什么舞美学校去学习去。你到现在为止1年了，在家里待着，吃我的住我的，天天刷这破手机，我就不明白了，这手机到底是能让你长1斤肉呢，还能让你挣1分钱呢？我跟你说，你再这么下去，你就完了你！养我不乐意，养个老白脸你就开心了？你说什么？一会儿出去多穿点。哎，刚买什么了？烤鸭，37一只，可肥了。快吃来吃来。是得赶紧吃，不然煮熟的鸭子就飞了。什么？啊？你别管你！啊什么啊？装什么傻呀？你跟他结婚不就想搬到这里来吗？你差不多得了，赵三月。50多岁的人了，头里连片瓦都没有。你有完没完？等着空手套白狼是吧？我跟你说，还有你是不是傻？你看看他能干啥呀？你嫁给他干啥？早上给你倒杯水，晚上给你买烧烤，冲这些你就嫁给他？这些找个保姆也能干。你嫁给他就是跳火坑，你知道吗？要不吃烤鸭了，咱吃点别的。三月，想吃饭我给你做。起来，你别拦着他，你走，我看你离开这家你能活你。哎不，多穿点，外面冷。赵三月，你什么也别说，我就算饿死我也不会回来的。有本事你就别回来，死你也给我死在外头！三月，外面冷，快穿上点，快！哎，你去哪儿啊？嘛呢？练杂技呀？啊？我妈要结婚了，我给她跟她的男人同调。那她就是不结婚，你是不是也得出来找个工作呀？啊？我不喜欢工作。那谁喜欢工作呀？你这毕业就在家里啃老。你妈供你读书是为了让你在家躺平啊？你是不是得为你自己的人生负点责任啊？我觉得我的人生一开始就是错的，他们就不该生我。你妈没这么觉得，是她亲口说的，说了还不止1遍。从我懂事以来，
他就跟我算每一笔账，在我身上花的每一笔钱，他都给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大四刚毕业，连着被3家剧院拒绝。姑娘，你呢有才华，也很努力，但我们还是更想要个男孩，你懂吗？就因为剧院领导觉得男孩比女孩能熬，哪怕我是实习期唯一考核拿满分的。我转正名额被人挤了，我心里难受，我想跟他聊一聊。下来唠叨好吧？你猜他说什么？谁让你蠢？脑子不好使，脾气还差，成天哭丧着脸，也不知道冲人笑一个，活该选不上你。吃，你就知道吃，光长个不长心眼，吃屎你也赶不上热乎。你妈就是那个嘴，不好。那嘴要能杀人，我都死10000次了。那你还真往心里去啊？你妈让你去死，你就真死去啊？死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没准还是个解脱呢。我身体一歪，万事皆空。你赶紧现在歪下去给大人瞅瞅，这万一没死成，摔个半残，那可有你好受的了。你是没见过那后半辈子吃喝拉撒都在床上的人，翻个身都得有人帮忙，那想自杀没力气啊。你见过那种长疮的吗？啊？浑身烂得流脓，臭烘烘的。那我就非让自己摔死，让自己死得透透的，行了吧？哎呀，你别老死活的，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喂，我这就过来。走，跟我瞅瞅去。瞅啥呀？你不是要死吗？学学怎么死，敢不？我可怜的孩子，我的孩子，孩子，可怜呐！这里条件有限，没法做防腐处理，只能用柚子叶水做个简单处理，请家属们理解。那喝口水，叔叔。没事吧？我洗过手了。谢谢。什么时候能走啊？现在知道死是什么了吧？我跟你说啊，你看这条道，看见没？黑黢黢的，然后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啊，不能拐弯，也不能回头，只能往前走。就这条道，一直走到黑，
这就是死。你为什么会干这个？能挣很多吗？进去吧。死者张红，女，30岁，因为超生被亲生父母遗弃。1年前得知自己的养女身份，在养父母的支持下寻亲，找到亲生父母3天后，于昨日下午2点，在亲生父母家中突发心脏病猝死。奇怪的是，灵堂之上，遗弃他的亲生父母哭得肝肠寸断。抚育他的养父母却沉默的如同2具被掏空的雕塑。女儿啊，女儿，我们当初也是不得已呀，本来家里就困难，你弟弟又那么小。有些人啊，就喜欢用眼泪喝大嗓门，来证明自己没错。哼，和我妈一样。你妈可没把你给别人啊。哦，原来做父母的标准这么低啊！没把小孩送人就应该被歌颂了？不用你歌颂，那至少你得知道你不是风给吹大的。拿着。干嘛呀？拿着吧。哎，就当是辟邪了。时辰已到，闭关。盖棺不回头，请家属配合。家属冷静啊，别耽误了吉时。别拦着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回家吧。起棺。你不用管我，你去忙。你接下来怎么打算啊？困了，想睡觉。行，那你就回去先睡上一大觉，然后睡醒了呀，打这个电话。工作的事儿，我替你张罗好了。我不喜欢工作。你不是不喜欢工作，你就是害怕被拒绝。这个不会，这负责人是我初恋，这点把握我还是有的。什么工作啊？干嘛的？化妆师，跟你专业也算对口吧。有件事儿我一直挺想不明白的，为什么所有关心你的人都希望你能找到一份好工作？为什么不能让喜欢工作的人工作，让喜欢躺平的人躺平，想卷的努力卷，想佛的尽情佛呀？
天哪，你真的是醉了！推塔呀，会不会推塔呀？我们虽然没给社会带来所谓的价值，但我们也没有给其他人造成过伤害啊。做自己不好吗？不行吗？除了囊中羞涩的时候。心真硬，苏文静。喂，您是高老师吗？啊，我是，您哪位啊？我是苏荣的侄女儿。他让我联系您。哦，是你呀，总算等到你电话了。明天上午8点来我办公室找我啊。你办公室在哪儿啊？那个幸福路998号。幸福路998号是殡仪馆。这么快到了，怎么样啊？什么怎么样？你说给我找了化妆师的工作，为什么大清早的我会在殡仪馆门口啊？你玩我呢？那怎么能是玩你呢？那殡仪馆也是正规单位呀。你让我来殡仪馆的化妆师是殡仪馆哎。殡仪馆怎么了？我跟你说，你要是真能进来了，将来旱涝保收的，养活自个儿不愁啊。我谢谢你。那不用，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大姨，殡仪馆我真不行。怎么了？害怕呀？你说你一个都要死的人了，那殡仪馆有什么好害怕的呀？你就当是先去踩个点儿。我不是怕殡仪馆。那你怕什么呀？怕你妈？这倒也是哈，你说你妈开婚纱店的，她要是哪天知道了你给遗体化妆，那她肯定得生气呀。我觉得吧，你为她着想也是对的。等会儿，我进殡仪馆工作真的让我妈生气？你觉着呢？那我干啊！好好表现啊！赵三月，你这个大学学的是舞台美术设计啊？嗯。这是干什么的？这不写了吗？啊？反正您知道我化妆、绘画、雕塑都会就行了。不干本行不觉得可惜啊？可惜啥？到哪儿不是打一份工挣一分钱？说的好有道理。可是，你为什么要到殡仪馆来打这份工，挣这份钱呢？我是苏荣的侄女儿。我知道。他说他跟您打过招呼了。打过了。我就是很好奇。您不是他初恋吗？既然大家都这么熟了，能不能就别搞这么多形式主义的问题，直接把我给录了，爽快点。我是他的初恋，他劈腿把我给甩了的事儿，你知道吧？啊？我还为他自杀了好几回呢，他没告诉你？你别有思想包袱啊！我说这些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挺好奇的，你说就照我跟苏荣这关系，你得是有多喜欢殡仪馆啊，多想干这份工作，他才会跑来求我帮这个忙啊。
说一说，谈谈你对殡葬行业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热爱啊？哎，高馆长，我们这边出事了。啊，你先稳住啊，我马上过来，稳住啊！不，这不是我儿子，我儿子鼻子没那么难看，他如果这样下去的话，祖宗会不认他的。就这孩子，你是他们领导是吧？来，你自己看看，你看看他们给我儿子整的，这和他生前还是一个人吗？啊，这鼻子都是歪的。那您不想想他送进来是什么样子呀？大卡车底下抬出来的，能修补到这种程度已经不错了。不错就行了。你们殡仪馆就这么办事的是吗？太不像话！你糊弄我们老师是不是？我告诉你们啊，如果耽误我儿子下葬的吉时，我跟你们没完。好，解决。再试试。不是我不是了，是已经到极限了。您自己看还能怎么弄？我可以试试吗？这小姑娘谁呀？是殡仪馆的吗？他没有办法，他是刚来的啊。哎呦，这个赵三月啊，你到外面等我一下，跟你没关系啊，走。哎，不是，你要干嘛呀？赵三月，有灯吗？灯？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常见于超级英雄身上的一种打光方式，通过明暗对比、强烈的灯光来给世界上所有事物都可以用形状去描述。同时呢，人物的脸部其实就是个球形，五官的存在使得球形有了自己的外貌特征。我们利用灯光造出明亮和阴影的部分，从而达到强调或弱化五官特征的目的。在不改变五官的基础上，光影可以遮掩面部的瑕疵，使整体的外貌呈现得更加和谐舒服。对，这才是我的儿子。死者罗峰，男，17岁，家中独子，因为想从理科实验班转去文科班，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我对他说，学文科的男生都是废物。5分钟以后，他被人从车下抬出来。儿子啊，儿子啊！你以后啊，就到业务科的遗体整容班。当然了，还有什么火化呀、骨灰寄存呐、遗体接送啊，都归业务科。呦！你当心点啊！谢谢啊，谢谢。林节哀啊！我们业务科呀，责任是非常重大的啊。现在带你去见的这个刘师傅啊，刘清明，他是整容班的元老，所有人都是他徒弟，都听他指挥。现在哪有所有人呀？眼下就剩我跟师傅俩人了。这不就给你们补充新人了吗？啊，这是你师姐周亚楠。
以后啊，好好跟着师姐学。你要想在整容班留下来呢，必须得这个刘师傅点头才行哎。不过你也别担心，刘师傅人可好了，他一定会非常喜欢你的。你当时要在场就好了。小姑娘没有动一体一下，就在棺材里装了那么几盏灯，往这个往生者的脸上那么一打，绝了！哈哈，那个家属立马没话说，是不是亚楠？确实很绝。师傅有点烫，等会儿喝啊。但最终让人家家属消气儿了，还得靠您给他8折骨灰盒啊。是人家小姑娘手艺高超，歪门邪道。师傅，哎呀，我说烫，您等会儿喝呀。我知道，你最讨厌歪门邪道了。我向你保证啊，小姑娘绝对可以。虽然专业不对口，但胜在胆大心细有想法，还肯担责啊，绝对是干这行的料。反正人我给你留下了，随你怎么调教啊。跟着师傅好好学哈。那算转正了吗？啊？算转正了不？学徒，对吧？先领试用期的工资，3个月之后参加正式的聘用考试，面试、笔试都合格了，人留下；不合格走人，这样可以吧？怎么了？粘舌头上了！别了，粘舌头上了！别转！这。不粘了吧？你今天晚上值夜班，一个人来。搞不定了就给我打电话，不用紧张，这是每一个新人的必备测试项目。那其他新人呢？都吓跑了。加油啊！我是车队司机杨林，他们都叫我小四川，很高兴认识你啊。3月。那剩下的就交给你了啊。好冷啊！我还怕你睡不着，结果你一觉睡到大天亮。
昨天晚上睡得跟死了一样，叫都叫不醒。啊！哎呦，这吓成这样啊！看来是真吓坏了。我介绍一下啊，这是秦导演，秦伟，是给咱们殡仪馆啊拍纪录片的。昨天晚上去冷冻室体验生活去了。这是我们这儿整容班新来的学徒赵三月，小姑娘昨天呢是第一次值夜班，正巧碰到你了，吓坏了这是。秦伟，不好意思啊，吓到你了。三月，过来握手啊！呢，这是秦伟导演，别害怕，怕什么呀？啊，来，不好意思。来，接下来你还有些什么安排？准备再拍点什么素材啊？拍一个葬礼吧，从筹备到完结。哦，行，没问题。三月陪着。啊？怎么了？你正好跟着熟悉一下工作的流程，哪儿摔倒了就从哪儿爬起来啊！人才。这些骨灰盒呢，根据材质、大小还有工艺的不同，价格分别从几十元，一直到上万元不等。这个最贵。对呀，大哥，最后得让咱爸走得体体面面的。就是啊，这份钱可不能少。是啊。那就定这个吧。那您先出去等我一下，一会儿给您办手续。其实呢，家属一般会根据自己的能力去选择价格更高的骨灰盒，毕竟这也是能表达情感的最后一个方式啦。你当着他亲朋好友的面问，他肯定往贵的选啊。这哪是表达情感，这是碍于脸面，怕被旁人说闲话吧？你要是这么想吧，也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们中国人的面子观也不允许我们在葬礼这个问题上过分的讨价还价，对吧？这也帮我打包吧，我要了。这么便宜啊？你也来一个。没钱。没喝过了。谢谢。饼干。不用，我吃这个就可以了。维生素不能当饭吃吧？是止痛药。怎么了？不舒服啊？肺癌晚期。真好。好。我也想死，但我怕疼，怕丑，没勇气自杀。这时候要谁来跟我说我肺癌晚期，活不久了？那我肯定平躺下来，什么都不做，再也不用挣扎，不用强撑着精神头活下去，可以理直气壮地当一个废物，简直不要太幸福好吗？我以为你好歹会安慰安慰我呢。我羡慕你，真的。
下午陪我去北郊墓园吧，去拍拍我死后的栖息之地。哎，哎，女儿啊，我们当初也是不得已呀。这女孩我见过，是我大姨帮她入殓的，那天我也在。你知道他的死因吗？听说是见了亲生父母猝死了。他很小的时候得过病毒性心肌炎，后来发展成了扩张性心肌病，一直都在吃药控制。但去见亲生父母的前几天，他的药刚好吃完了，我让他赶紧去开，他说不要紧。等年底装上 ICD 就好了。她是你谁啊？她是我姐，二姐。她跟我大姐是孪生姐妹，但是大姐身体没问题，就被父母留下了。当初我父母就是为了生我，把她送人了。那不是送人，那是遗弃。小伟马上就要上学了，这以后用钱的地方多了去了，你把他接过来，咱们养活吗？你应该多想想咱们儿子，儿子才是咱们将来最后的依靠。爸妈在吵什么呢？老二在哪儿都活不长，长不大的。他走了，我们和小伟都能过上舒心的日子。那天晚上之后，我大姐像是变了一个人。后来，她满18岁就离开了家，再也没回来过。你生病，你爸妈知道吗？晚一点吧。对于死亡这件事儿，我想接受结果，比接受过程容易点。你爸妈也不知道你会把墓地选在这儿吧？嗯，我把墓地选在这个地方。我爸妈来看我的时候，多半也能看看。活着的时候都没有给他陪伴，死了之后再做这些又有什么用呢？是没什么用，但是我这个受尽了偏爱的儿子，还是希望他
他们能做点什么去弥补。他们不能是混蛋吧？1周后，秦伟因为肺部严重感染，医治无效去世。秦伟像大多数往生者一样躺在棺材里，接受为数不多的亲朋好友的悼念。这是普通人的平平无奇的死亡。在他的告别仪式上，他的父母终于不需要再用高声的呼号和汹涌的眼泪来证明他们的悲伤了。妮子，起来！给我起来！干什么你？起来！他是你弟弟，你造孽呀！知道了。你想干嘛？我怕爸妈会崩溃。可以的话，请在我离开之后多陪陪他们。他们需要我的陪伴吗？对他们来讲，你这个儿子才是不可取代的。姐，你是不是觉得我没良心啊？毕竟也是他们把我养大的。但我一想到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跟我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孩，仅仅因为她是一个女孩，她就被自己亲生父母抛弃了，我就没有办法原谅。对不起，姐姐。对不起你们。放心吧，该尽的义务我会尽的，我也不会让他们寻死觅活，我会让他们好好活着，用我的方式。你们最爱的小儿子去世了，
自己还活着，什么感觉？比死还难过吧？难过也得受着。用你们的余生，好好想想你们做过的事儿。剩下的日子，守着他的骨灰，保佑你们长命百岁吧。要是你们也死了，我会像你们当年抛弃我妹妹那样，把她的骨灰连同你们的一起撒掉，渣儿都不剩。你，我说到做到。妮子，我们错了，我们错了，我们对不起了。最想听到这声道歉的人不是我，我也没有资格替他原谅你们。妮子。如果我不要棺材，哎，慢点，慢点，慢点！你要去哪儿啊？啊，去哪儿？来，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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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哎呀，他们今天呢，把秦伟的骨灰拿走了。不去墓地吗？听说准备带回家里，一直守着。不是秦伟他自己想葬在墓园啊，墓地都选好了。中国人的葬礼，活人总是比死人更重要，没办法。哦，谢委让把这封信给你。哎，要乖乖的啊。来，还有这个小家伙啊，拿着，别跑了。干嘛呀？3月，我最终还是没能扛过去。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所有的恐惧和不甘，好像都化成了一种抽象而无解的遗憾。还有那么多事情没做完，我知道永远也做不完了。但庆幸的是，我在死之前遇到了你。虽然我知道我无法拯救你和我自己，但有些话我还是要讲给你听。大姐说过，对于活着这件事儿，如果没有很多很多的爱撑着，那么能有很多很多的恨，或者一点点的牵绊也就够了。3月，你在这个世界上有牵绊吗？小狗是我最后一次入院，在医院花园里捡到的。我没有给它起名字，是因为我不想让自己成为它的牵绊。我很冒昧的希望你能收养它，让它成为你命中的一点点牵绊。对不起，秦伟。我可能要让你失望了。这个世界上
我最不需要的就是牵绊，也没有人想要成为我的牵绊。三月，给他一个机会，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就当它是一份从天而降的礼物。三月，活着还是很不错的，保重。夜晚来临，路灯还未明，夜空的繁星照亮了拥抱孤独的我们，熙熙攘攘，像一地的匆忙，一如往常，花开要紧。时光了勇气，温柔的风吹拂着那温暖的光，吹过屋顶，吹过眼睛，吹进了心底，融化了美丽的回忆。无论是晴雨，有什么风景，等着你来我梦里叮咛。天野或荒地，还有银河里，那个是你。无论在哪里，用什么心情，习惯了找寻。浩海潮里，一切有迹可循。